自由行係最好，可以想點就點。不過依家半自由行都唔錯嘅，起碼叫做有得揀啦。係咯，你自己慢慢諗下啦。係啦，再講啦，拜拜。又去邊度旅行啊？又自由又半自由咁樣。咩旅行啊？我講緊自己份強積金喎。吓？強積金有關事？根據現行法例，僱主供款部分必須跟隨僱主所選擇嘅強積金公司計劃，而僱員部分可以轉移至自己想安排嘅強積金公司計劃。僱員部分嘅轉移就係所謂嘅半自由行啦。不過要留意返，半自由行每年只可以操作一次，期間為1月1日至12月31日。喂，係啊，今晚唔返嚟食飯㗎啦。唔知㗎，飲到夠咪返咯。係咯，今晚唔使等我悶啦，係咁咯，拜拜。喂，你使唔使咁型啊？吓？呢啲咪叫自由行咯。